扶手喺後邊嘅，咁咧挺直成個波就咁咧。所以個體積咧細部，後面呢度仲有個轆，咁你可以咧隨時好方便咁樣就已經可以移動到佢。呢個咧好靜，仿如無聲嘅感覺，可以唔會嘈住小朋友嚟温書啦，同埋成個環境都好舒服。安在家中咧，你想隨時做運動就可以隨時做運動，隨時 keep fit 就隨時 keep fit。我呢個單車喺呢間鞋鋪，我都好鬼中意佢嘅。佢係唔需要向前啊，喺屋企玩個健身單車咧，有時有啲向前嘅嘛，咁你就會咧就搞到自己個膊頭咧就會越嚟越向前傾。但係呢一個你望下佢個扶手，佢個扶手喺後邊嘅，咁咧挺直成個波就咁咧。健身單車咧成日擺喺屋企咧，體積好大部，但係呢部咧個體積咧細部，好穩陣咁樣就已經可以擺喺屋企。後面呢度仲有個轆，咁你可以咧隨時好方便咁樣就已經可以移動到佢。白色嘅設計啦，你擺喺屋企咧，其實都係好容易襯到每一個家居。同埋呢個咧可以安在家中咧，你想隨時做運動就可以隨時做運動，隨時 keep fit 就隨時 keep fit。我哋咧都市人咧最麻煩最難揀嘅位置係咩咧？肚滯啦、媽媽臀啦同埋大腿。只要你一上咗呢一部單車，每日做佢30分鐘，消耗卡路里，哇！諗下你每日就係咁樣瘦，同埋佢係靜音設計。平時嘅單車咧，你係會有嘅聲㗎嘛，佢呢個咧好靜，仿如無聲嘅感覺，可以唔會嘈住小朋友嚟温書啦，同埋成個環境都好舒服。